萬錦市華人聚居嘅麥卡雲甲16街一帶，4日內發生2宗土狼咬人事件。最新一宗發生喺尋日挨晚，一名4歲男童被咬至輕傷。居於事發公園前面房屋嘅華裔居民就表示害怕，亦都有目擊嘅市民講述事發經過。看見郊狼追一群小孩，然後抓住了其中最後一個，並往樹林裏拖，和其他人一起追這個郊狼，然後拿着木棒什麼的追，最後郊狼把小孩放下了，然後大家叫了救護車和警察。好像是聽說狼咬到孩子的頭了，比較在背要比較安全一點嘛，在外面的話會比較害怕，狼如果突然襲擊的話，肯定會害怕。住喺呢個社區1年幾、育有2歲女兒嘅居民話，附近公園經常有小動物出沒，但係土狼襲擊細路仔仲係第一次遇到。事故發生喺麥高雲路夾 Burr Oak Avenue 東南面嘅 Blues Boy 公園。警方話4歲男童琴日黃昏7點半左右遇襲，佢被送往醫院治理，目前情況穩定。呢個係上星期四一名16歲少女被土狼咬傷之後發生喺同一個社區嘅事件。由於今朝早警方亦都接獲市民嘅舉報，話喺呢度見到土狼嘅蹤跡，於是佢哋嚟到呢一度就用無人機去偵測附近係咪有發現到土狼。警方喺社區內 Ross Brown 公園用無人機探測河溪同埋樹林，萬錦市府動物服務部門亦都去到公園範圍，掛上小心土狼嘅標誌，呼籲市民提高警惕。警方呼籲居於麥高雲路夾16街嘅市民，如果帶住小朋友或者係寵物到訪上述8個公園嘅時候，要格外留神。萬錦市動物服務部門發出聲明，指出市府正評估土狼對於公共安全構成威脅有幾大，將會按既定嘅程序採取措施，呼籲市民喺清晨同埋傍晚時分避免接觸同埋餵食野生動物。要避開能見度受限嘅偏僻或者係樹林茂密嘅區域。如果發現狼蹤，即刻報警求助。動物服務團隊喺未來幾日會加強巡邏同埋監測呢啲地區，保障社區安全。市府動物服務部門正與警方合作追緝狼蹤。Omni News 記者林月燕報導。